宣调，至周会上摇花的山，至周会徛伫以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虚假，咒抓无奸诡的人，这个人要得到摇花赐福，佮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三角的祈祷。上帝有过，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过，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使我平安。上帝有过，全能慈悲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的感谢有了你，恳求你今仔日降临伫阮的中间，做伙进入你的圣殿，用着你的神来引带阮的礼拜。阮众人无论伫教会，还是伫居家隔离，还是伫任何的所在，来攻读圣经，甲宣扬你的话语，拢会通归荣你。恳求，请你来救阮脱离迄款癫狂的这个罪恶，脱离迄个顺服人，甲赢过顺服你。迄款无知的这个过犯，并恳求你常常做阮的帮赞，做阮的光，做阮的盐，做阮的安慰者。但今日阮搁一摆，谦卑来到主你的神宝座前，要来听你的话语，恳求你来安静阮的心思意念，我会通明白你的旨意，也通清楚你的教示，我会通伫生活上有好的见证，我会通活出主你的芳味。但阮要继续为着美国、台湾来祈祷。最近逐所在的疫情，连病毒一直伫变种，互遐个渐渐安静落来的疫情，佫亲像死的恢复，佫再倒起来。如果疫情若是继续恶化，佫恢复强迫来挂这个口罩的可能性真大。哦主啊，
你是创造万物的上帝，根据你来施温赐福，使落大地有这个清气的环境，或者系病毒的阴霾会当紧紧来离开，互美国、互台湾、互全世界，拢会当恢复过去迄款的健康，有仰望一个地球村，愿望仰望上帝人民，互正百姓有悔改的心，恳求上帝来医治美国。台湾这块土地，互大家拢有安居乐业。但今日我要搁一摆，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宣告，来洁净我，来保护着我，互这个世界有新的愿望。今日我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你，来学罗你，恳求主你的人民愿。我今日是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甲实体礼拜乡亲亚姐，做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我每一个人拢要成做上帝祝福的管道。但现在恳求主你，先来清起罗卜的嘴。圣神也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为通有一个蒙恩的一个主日，互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使阮平安。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第3节到第5节。第3节，上帝的旨意是爱恁成做圣洁，离开淫乱。伊爱恁逐人会晓用圣洁甲尊贵来修家己的身躯，毋通亲像毋捌上帝外邦人，伫放纵私欲。第7节，上帝毋是叫咱来过污秽的生活，是叫咱来过圣洁的生活。第2位圣经节记载伫诗篇84篇第5节到第7节。第5节，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专心意向锡安的道路，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互伊充满福气。因若行快乐若加天，逐人来到锡安朝见上帝。这是上帝的话。今日读甲听迄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一期均啊，阿门。有了水疼，水疼悬过山，深若海，我要欢喜来歌颂伊。水疼悬过山，深若海，我要跳舞来学罗伊，看袂见。摸袂着，也测袂透。阮犹原要称颂伊，称颂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
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好落去。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愿有缘要情相依。常常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常常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好落去。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我要有缘情相依。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好落去。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愿有缘要情相依。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好落去。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我要有缘情相依。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好落去。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愿有缘要情相依。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做听关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好落去。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我要有缘情相依。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
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歌所语，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愿永远要相相遇，接受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就像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主的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主的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无落雨。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我要永远情相遇，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主的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主的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歌所语。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愿永远要相相遇，就像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就像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主的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主的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无落雨。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我要永远情相遇，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主的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主的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歌所语。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愿永远要相相遇，就像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就像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主的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遇。主的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无落雨。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我要永远情相遇，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唱上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
乡亲时代，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有一寡人吼，伫真做基督徒以后，就开始会感到家己活较真无自在呢。特别是当因感觉到家己的生命本相、甲性质，以及上帝圣洁的期待，并无共款的时阵，因就感觉真失望的感觉。伫伊还未顶头生以前，随便讲话做代志，伊内心并无什么款的责备。总是一旦伊若信了主耶稣，就开始感觉到心内开始无平安咯。其实这是真正常的，甚至嘛是通欢喜的现象。这就表明伊信耶稣是认真的。这个圣洁真正的关键就在伫这个分辨，一个圣洁的物件，一个圣洁的时间，也是一个圣洁的人，为着一个目的被分别出来，并且专用伫迄个目的的顶端。咱知影这个医护人员，伊所穿的这医疗的衫裤，只会通伫某种的场合来穿尔定，袂使穿伊随便离开这个场合，以免着这个污染被扩散，已经被这个污染的这个衫裤，嘛袂使阁使用啊，必须要单掉，甲伊烧现杀，还是洗清气。经过消毒了，才能搁再重新来使用。那么，伫今年的7月7、8，日本发生了一件轰动全世界这暗杀的事件，前首相安倍被暗杀来死亡。为什么会发生这款的代志呢？这就要对凶手山上彻也的家庭来开始讲。那么，山上彻也的老母。伫1990年这个年代，加入这个统一教入会以后，老母就开始来捐钱，伊拢总捐款总额超过1亿的这个日票，所以一球的人的生活就因着安尼死呢，陷入伫这个困境，因为经济困难，这个山上彻也就被迫放弃上大学读册。那么，统一教这个创办人文世民是一个韩国人，伊唔单单是伫韩国真出名，伫美国嘛是闹到这个满山风雨、满城风雨啦，满城风雨吼。伊所教的所在不计其数，这个少年人拢愿意奉献所有的这个财物给伊，甚至规个人拢献予伊的教会嘛甘愿。所以你知道。这个文世民会当过着这个极其奢华的生活，所以伫这个报纸上不时地有人控告伊，骗到真侪人这未成年的男女，嘛有一个少年家的爸母控告伊来绑票因的囡仔，甲因的囡仔来洗脑这个新闻。伫这个时报的杂志，捌甲这个统一教做下面这个评论，伊讲吼，伫本质上。统一教的神学，干那是用着真侪圣经顶悬的人物甲事件尔尔。那事实上，只有是名义上的这基督教尔啦，毋是真正的基督教。山上彻也对20多年前就开始怨恨这个统一教，伊对怨恨统一教发展到要去杀死这个首相安倍。伫这个中间有真大的这个差距，那么真歹去真正理解到这个山上彻也伊的心路历程。那么韩国基督教会第二次大战了后，就经历到这个复兴，甚至基督徒的比率是25%至30%。成长上紧的就是偏重伫这个成功式啊，这个灵恩派教会，因注重。追求国人生命这个成长，甲领受国人的这个祝福，却真少将国人的这个领受恩典分享给这个社会大众。特别是教会变真大，总是信徒
却无活出这个圣洁，生命也无得到更新。那么韩国的报纸甲广播界，差不多是每一天拢咧报道牧者甲基督徒伊咧建孝台的这个事件，甲真侪这个问题。所以韩国教会危机就是人因为信了主耶稣，就是因真侪代志顶面却无真正遵行着这个真理，所以无法度将上帝的话来实践伫这个生命中间。总是韩国教会渐渐咁跳脱，对复兴这个渴望，开始反省思想、灵修甲生命的这个更新。那么韩国基督徒伊的反省的思想，就对这个雕像、灵修来观察出来，朝圣这个灵修。2014年，韩国人前往这个圣雅各之路的这个雕像，伫全世界国家是排第10名。伫这疫情爆发的2020年，甚至提升到第6名。韩国的信徒已经伫这个圣雅各之路占了一席之地，真侪这个避难所通看到这个韩文的这个资料，伫路上拢是韩国人的这个雕像者。圣雅各之路1000多年来就是雕像之路，伫遮有圣法兰西斯甲其他雕像者这个脚迹，因被称作雕像者，这甲这个圣雅各大礼拜堂是毋是有安葬圣道的这个危害无关系，乃是这个雕像者伫路上甲上帝三拄有关系。伫这个神圣的旅程结束的时，雕像者已经是甲拄出发的时阵完全无共款，变做另外一种人。就雕像的这个旅途的中间，雕像者会去遇到迄个会通激励改变这个困难。雕像的路途中，雕像者有时未确定家己的本质，将来会转变出甚物，伊拢毋知影。伫路上，伫某一点所发生的小可改变，嘛有真可能加强生命重大这个改变。就是亲像成功的化实验一样，好的这个雕像的旅行，最终点就将这个雕像者对这个无确定的这个身份，带往一个新的这个身份顶面。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款的一条路呢？那有的人会当安尼争先恐后，勇于来上路呢？更较互人未了解，就是讲遐个捌照过苦，捌行过的路，因佫欢喜甘愿，佫倒转去路上来行呢。2020年，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 疫情伫这个西班牙大大的爆发出来，雕像的人数就大大减少，剩54000多人。就是过当年疫情还佫咧倒火的时，人数忽然间佫增加起来，一共有178000人伫路上咧行路。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款的代志啊？进入这个2022年1月到4月份，并不是要去圣雅各之路上好的时间。伫4月份到5月份，伫这个比利牛斯山是还佫咧落大雪，所以今年的4月底，一共有45000人到这个大的礼拜堂，嘛办好势，因为这个证明书。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款的一条路呢？互人毋惊艰苦，毋惊艰难，就是身躯无爽快，无方便行路，因依然坚持要来上路。为什么这么辛苦？因依然无愿意放弃呢？2019年，韩国的电视台伫这个圣雅各之路的这个自由乡社顶面租一个所在，把它改建，叫做一个票务所。因制作一个西班牙寄卡
的这个实况的这个节目，伫电视来播送。伊嘛请这个当时真红的这个电影明星来经营，有着这个雕像者来准备料理，有这个烧烫的韩国式的扁菜饭，甚至会通食到这个正宗的这个韩国泡菜。Pierogi 就是这个伊的烤肉，冰冰煲就是这个韩国式的这个杂菜饭等等，伫遐嘛食会到呢。所以说是你若是对雕像一个有趣味的人，就互家己去食做一个雕像者吧。就亲像雕像者一样的生活，只就来经历一礼拜有4个卖呢。这真正无容易哦。所以一旦你的生活被简单化，只有基本的因素的时阵，你就通拨出时间、空间来默想、来祈祷，也是去倾听其他的雕像者因的故事，并且分享到你家己生命这个故事给因听。那么，另外还有一条出名的这个雕像之路，就是圣地亚哥这个雕像之路。所指的就是通往这西比泰的囝约翰的兄弟使徒雅各会望这个雕像的路。传讲雅各就埋葬伫这个圣地亚哥大礼拜堂的所在，所以对这个公元800年开始，就这个雕像者因用行路前往这个圣地亚哥。对迄时的开始，已经有1800万的雕像者行过这条这个雕像之路。那么我甲我的牧师娘，阮认捌一个财经大师，叫做温英干教授，伊的囝婿甲查某囝，因伫这个西班牙圣地亚哥朝圣之路这个终点，开设一个这个朝圣者之家哦，互人伫遐休困。那平常时因两个翁仔某伫这个台前，伫遐欢迎这个背包客，提供好食这个简单的餐点，因带这个背包客来扎经，因因群招待人客的时，因就有机会来了解每一个人客、每一个背包客。那么这年轻的背包客，甲因分享的内容，是因伫因的故乡，拢无愿意甲厝边还是同事来透露一寡代志。有一个故事是关系到破碎的关系，未来的这个民望，以及因追求上帝这个经历。那么西班牙圣地亚哥雕像之路顶面，除了流汗、目屎，以及这个雕像者之间的回忆以外，嘛会通得到一寡正面的物件，通证明因家己所搭配这个脚跡。在这个中世纪的时代，踏上这个雕像之路的大多数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代的人就各种的这个信仰，无共款的文化背景的人，因为无共款的这个缘故，行上这个雕像之路。有的人是因为需要着过着简单自己的这个生活，并且处理生活中更较深沉的这个问题。有人是单纯是要体验到大自然的这水，有人是要经历到西班牙的历史甲文化，也有真侪人拄拄是要体验到生活中最大的改变，甚至因捌失败过，所以有够大的空间，伫因进入生命下一篇文章以前，要将过去这篇文章大先甲伊处理好势，所以需要一段时间来静静来思想。那么这朝圣客、雕像的人客，因所派的是感情的重担，非常的沉重。因需要平安，因需要医治，因需要更新。所以诗篇34篇18节讲：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魂痛悔的人。因伫这个雕像之路的终点圣地亚哥，备办一个所在，为了这个雕像者提供生活甲灵命两方面的这实地需要。所以当遐的
背包客来到这个圣地亚哥，行入去这个朝圣者事务所的，领到这个完结证书的时阵，差不多有95%的人拢说明因调成旅行动力的来源，也是拢会添落去这个宗教这个项目。所以对于真侪这个朝圣者来讲，行这个朝圣之路是一桩真深刻的这个熟练的这个经历。那么伫这条路，看起来亲像无终点的路上，伫2000多年前，有两个人，因靠着沉重的这个脚步，慢慢啊一步一步伫往前来行。因要去一个小乡社，叫做伊玛乌斯。因行路的时阵是随头有爽气，敢若亲像消防的机关啊。忽然间，有一个人行近我，甲因做伙来行路。所以当国外的主要所甲因同行的时，一切拢总变做是无共款咯。因为主要所的出现，因的眼光甲主要所的眼光就开始接触，开始来交流。所以接触到，这个青云人就开嘴，伊的话真清楚，伊的话真直接，甚至有淡薄仔严格。所以当伊讲话的时阵，互人愿意用着安静、详细的态度来随听。伊所讲的故事，是因原本拢已经真清楚的代志，是遐个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以前，伊的祖先所发生的故事。因两人所听到的，虽讲是因真实在的故事，总是当因认真去听的时，那亲像是因第一摆听到这个故事的款式。因的悲伤，因的忧愁，因痛苦，因为主要所讲的话，就开始渐渐减少，渐渐消失去。因为只有主要所讲的话，你的心中就渐渐产生新的这个力量，新的喜乐，以及新的愿望。那么这位青夫人，经过这个时间，变做一个真正好的朋友。等于伫这个路上，因来讲话，因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时阵，这两个人的心是对原本冷淡失望，就变做一充满着这个火热甲温暖。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拍开的耳孔，互因通这个享悟新的这个快乐。伊所讲的每一句话，嘛拍开因的目睭，互因看到这个新的愿望。所以信仰并毋是只有相信尔定，乃是进入基督内面这个生命这个更新。信仰的实践也袂简单是伫教会内面尔定，乃是伫咱每一个人的路上。主要说并毋是讲，互我来指点恁头前的道路。主要说乃是讲，我就是道路。所以当遐个背包客，因决定要来朝圣之路以前，必须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就是你真有可能伫这个旅程的中间，会去遇到生命中的这个主人，伫你的生命也会经历一真大这个改变。所以你的朝圣之路，就是应该行伫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阿门。回应时夸，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人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圣殿。如今，搁踮伫恁的门内，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人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圣殿。如今，搁踮伫恁门内，来去耶路撒冷。咱来去耶路撒冷，咱做来去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啊，阿顿奈，撒小龙，愿你命福，愿你的城中得到平安。哦，俄罗的城，正支派拢欢喜，大声俄罗，伊是个真神上帝。阿门。
对我讲，互咱去上帝身边。哦，如今搁踮伫你门内，咱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咱对我讲。互咱去上帝身边，哦，如今搁踮伫你门内，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撒冷，来去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阿多奈撒小龙。万里问候，万女声中兵。我欢喜当咱对我讲，互咱去上帝身边。哦，如今搁踮伫你门内，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咱对我讲，哦，咱去上帝圣殿，如今搁踮伫你门内，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路撒冷。呼噜的声，情字拍。小路，以色列真心相陪。我欢喜当咱对我讲，互咱去上帝身边。哦，如今搁踮伫你门内，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咱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圣殿，如今搁踮伫你门内，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咱对我讲，互咱去上帝身边。哦，如今搁踮伫你门内，咱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咱对我讲，互咱去上帝身边。哦，如今搁踮伫你门内。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撒冷，来去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阿多奈撒小龙，万里问候，万女声中兵。我欢喜当咱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圣殿。哦，如今搁踮伫你门内，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咱对我讲，咱去上帝圣殿，如今搁踮伫你门内，来去耶路撒。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路撒冷。呼噜的声，情字拍，拢欢喜。大小路，以色列真心相陪。欢喜
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人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路撒冷。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咱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咱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撒冷，来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阿多奈撒小龙，万里蒙候，万女声中兵。去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咱对我讲，咱去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来去耶路撒。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路撒冷，呼噜的声，情字拍，拢欢喜，大小路，以色列真心相。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人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人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咱来去耶路撒冷。我欢喜当人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来去耶路撒冷，来去耶撒冷，来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阿多奈撒小龙，万里蒙候，万女声中兵。我欢喜当人对我讲，互咱去上帝先帝，如今不点着你门来，来去耶路撒冷。
如今搁踮伫你门来，来去啊落山，来去啊落山了，来去啊落山了。呼噜的声，情字拍，落欢喜。大声落雨，一切的真心相对我讲，咱去上帝先帝，如今搁踮着你门来，来去啊落山嘞。我欢喜当人对我讲，咱去上帝先帝，如今搁踮着你门来，来去啊落山，来去啊落山嘞，来去啊落山嘞。将当心三个来祈祷，亲爱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阮根据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0到50以及7节，诗篇84篇5到7节，阮做来思想雕像的女形这个题目。对今仔这个信息中间，互阮知影，阮的信仰并毋是只有相信尔定，而是爱进入这个基督内面生命的更新，而且信仰的实践，也袂有只有伫教会内面尔定，乃是在咱每一人这路上。最后所并毋是讲我要来指点恁头前的道路，咱最后所以讲我就是道路。所以，当遐个8包个因决定要来调成一路以前，必须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就是每一个人真可能伫你的路中，会遇到生命中的这个主人。每一个人的活命也会经历到真大这个变化。那么，咱每一个人调成之路，就是爱行伫这个以马五士的道路顶端。感谢天父上帝赐了这么宝贵的话语，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咱有机会来学习调成之路的这个心态。但阮同心的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但这条赖萨牧师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做甲人民，主要所给到稳定，圣神背书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教见做面迄日，奉爸囝圣子的名，阿门。一个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咱今日这实体礼拜以及网络礼拜，到这就告一段落。咱毋通后悔同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来相见面的时，愿天父上帝赐福保护恁，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认着天照万变是最合适，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
好化予伊的面光照你，愿因平安，愿因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认着去，借万百姓做下成，甲伊行，说咧几遍上帝，就甲因遵守主的命，令予天的传予因救灵魂。阿罗哈哦伊，阿罗。